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养路费。我们引以为傲的咱们的基礎設施，尤其是道路交通、市政建設，那是日新月異。但是這些道路、市政建設，大家也知道，很多都是免費的。那免費的，那這些需要維護，當然需要維護費。那這個費用從哪兒出？所以今天我們就來聊一聊養路費。最近在網上也比較火，火在哪兒？有兩撥人，一波是燃油車車主，他們長期通過燃油消費稅來承擔道路養護成本，而同樣使用道路的新能源車卻得以豁免。所以現在就得讓人感覺，在網上燃油車主和電車車主之間為這個養路費在爭吵，誰更該付養路費，就這麼個事情。當然了，養路費是我們約定成俗口頭說法，實際上真正的細究起來，養路費早就取消了，沒有了養路費。但是我們都知道說的是什麼意思。在2009年的時候，養路費就被取消了。為什麼取消呢？不是說道路養護不需要錢了，不是這樣的，還需要錢，還是需要使用道路的人來交，但是他換了個方式。2009年以前是按車徵收，你這個車應該一年交多少？年交，我的印象中好像是養路費年年徵收。但是2009年開始，當時什麼情況？但是有一些背景，也就是當時2008年美國經濟危機、次貸危機，說美國很多通用什麼汽車都賣不出去，美國的汽車業也遭到一些影響。當時我們的汽車行業正在蓬勃發展，所以參考美國的經驗，就把養路費給它取消了，這樣好讓這個車能夠好起來，這個車市能夠火起來。養路費的徵收如果按車來交，會有一個毛病，有個問題，比如說我買了個車，我也不用，我一年就開一次，我也要交定額的養路費，這顯然是有點不合理。有的人就用的少，有的人用的多，那比如出租車，那就天天跑，一個月恨不得跑1萬公里。那很多家庭用的轎車，一個月就跑1000公里，甚至有的人100公里都跑不到，偶爾開一下，但是交的養路費是一樣，顯然也不公平。所以後來就把養路費給取消了，把它通過燃油附加費。你這個因為當時都是油車，你跑得多，你用的油就多，你用的油多，那你燃油附加費你交得多，就是說這個道路誰用的多，誰交費多，這很合理。還有個用的多，那我這是小車對不對？我這車整個的才1噸，你那個是大排量的車，對路面的磨損、養護的需求是不更高嗎？這個道路好，你大排量，那你油耗也大，所以你用的油多，那你就交的養路費用、養護的費用就多，似乎很合理的。所以說就把養路費那種定額徵收的養路費給取消了，就把它變成燃油附加費，用的多你就交得多。這樣一看，當時肯定是很合理。有人算了一筆賬，我們燃油車加油的時候，很多人就說了，燃油車主說1箱油半箱是稅，對，所以我們經常詬病是吧？你說海外石油價格在降，為什麼我們中石化、中石油加油那個錢漲起來容易降下來難？怎麼降到一定地步就降不動了？那這裡面就是燃油稅在裡面，1箱油半箱是稅。還有很多人說，你看看出口到國外的汽油才多少錢一噸，我們自己加的油是多少錢一噸？那多少錢1升？你搞錯了，因為我們這裡面有燃油附加稅。那這個燃油附加稅幹什麼用呢？就是道路維護。那賣到國外的汽油、柴油便宜，那是因為裡面沒有燃油附加稅。人家油也不在國內用，也不用你的路，所以說大家也要注意一下，就知道為什麼都是中石化往國外出口的汽油便宜，在國內賣的加油站我們感覺很貴。那有人就算了一筆賬，國內私家車主平均行駛里程1萬到1萬5公里之間，當然我肯定是到不了的，人家算的是平均。而主流家用車100公里油耗8升，這個恐怕是日本車吧，與新國標上限相當。那就按這個算，那麼一輛車一年大約要消耗800到1200升汽油，這裡面每升汽油有1塊5毛2的是燃油稅。這麼一算，一輛家用汽車平均一年通過加油繳納的養路錢大概在1200到1800元之間，也就是平均1500吧，一年1500，一個月大概100多一點，120。這就是我們油車車主平均一年要做的貢獻，1500塊養路費。但是這個錢電車
新能源汽車它是不用交的，它没有。但是新能源汽车人家不在路上跑吗？不也跑吗？那他使用了路，他为什么不交钱？那所以这个争议就出来，对不对？而且新能源汽车大家记住了，新能源汽车因为它是电池很重的，所以新能源汽车普遍应该比这个油車要重，这是肯定的。第二个，新能源汽车造的比油车还大，因为它追求舒適宽敞，里面又能摆大电视、大冰箱、大沙发，还能要摆这个麻将桌，还能吃火鍋，它肯定的造的宽大，又重又宽又大。那同樣一輛車對道路的磨損損害，那比油車要大，結果它還不用付任何養路的費用。那所以網上就很多人覺得不公平，很多油車車主覺得自己交多了。實際上你如其說，誰該交養路費，你還不如說現在養路費夠不夠。所以這個問題我們就要揉碎了來看了。目前這個我們叫新能源汽車的滲透率，你每賣10輛汽車，以前是10輛汽車裡面只有1輛是新能源汽車賣的，現在你10輛汽車裡面有6輛是新能源汽車。乘聯會數據顯示，今年5月燃油車首次退出乘用車零售銷量前10，而新能源乘用車批發和零售滲透率均突破60%，也就是說現階段每賣出10輛汽車就有6輛是新能源汽車，強化了油退電進的趨勢。那給人感覺現在你至少是油車肯定總量恐怕就在減小了，而新能源汽車的總量在增加。因為你賣的車裡面6輛是新車，是新能源汽車啊，但是我們要算保有量，就是整個社會現在一共有多少輛車，那這麼多車裡面油車是多少，電車是多少？根據公安部統計，那就交通局有這數字，截至2025年，新能源汽車保有量數量只占全社會汽車總量的12%，也就是我們現在全社會還是燃油車占88%。也就是我們燃油車車主，你每年你也收不到這種養路費的賬單，不像保險一年給你收一回，對不對？交強險收一回等等，那這些養路費是隱藏在加油費裡面，所以我們感知不到，好像我們也不知道自己好像就交了養路費，一直交了17年，2009年開始，所以現在網上越來越多的油電同權的呼聲由此而生，電車好像也應該承擔道路養護費用。對此北京大學交通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趙堅認為有其合理性，使用者付費是市場經濟下運行的最基本的原則。他對南風窗解釋，一定時期內國家為了鼓勵電車的發展，可以政策傾斜，但電車不可能永遠光使用道路而不付費，否則道路的供給就會有問題，最後也會損害電車使用者的感受。儘管電車受益，但這個空白並非刻意為之。電進油退和使用者付費是否意味着收費時機成熟，不能簡單而論。當市場盯着電車滲透率再創新高時，趙堅更關注的統計指標是電車保有量。根據公安部統計，截至2025年年底，全國新能源汽車保有量是4397萬輛，占汽車總量12%，其中純電動汽車保有量占新能源汽車保有量的68.7%。也就是說，現階段整個的汽車保有量裡面，純電車絕對數還是不明顯的，和南方一些城市電車滿街跑的觀感有所不同。真正值得關注的不是油車和電車誰占了誰的便宜，一個更現實的問題開始浮現，公路正面臨越來越大的養護壓力。30年來，公路的基調是建設，如今基建高峰已過，留下的是巨量的公路資產以及金額越來越大的養護賬單。養護有非常大的資金缺口，而且逐年擴大。趙堅說，特別是現在公路已經到了大修期，提起公路缺錢，大多數人第一反應可能是疑慮：高速路不是收着錢，還有善事融資嗎？但高速路通行費和養路費是兩個概念，高速收費收的並不是養路費，高速收的錢主要是長環高速公路的建設成本。你說記住了，所以高速公路的我們並沒有重複交費，這意思就是，你看有的人說我開車走高速，我又交了高速費，
完了我這燃油裡面又有燃油附加費，那我不是交了2回錢嗎？還不是，你交的高速費那僅僅是建這個高速它的成本，那這個高速的養護還要在你的燃油附加費裡面體現出來。那這樣電車它又沒交，是不是？1984年制定的貸款修路收費還貸的建設模式，這個於2017年終結，代之地方政府收費公路專項債，主要目的是解決建設資金不足的問題。雖然通行費收入也承擔高速路養護和運營支出，但償還債務是收費公路資金運行的核心。說收費公路的佔本裡，還債壓力其實不小。最近一次全國收費公路統計是在2021年，全國收費公路總投資12萬億，債務餘額7.9萬億。記住了，收費公路我們就默認是高速公路，因為這個有的省道也開始收費了，但是這个恐怕不是特別多，我們默認收費公路全是高速公路。那我們截止到2021年，高速公路總的投資是12萬億，那你說到2026年是多少？這個後面5年都沒人算，不知道。投資12萬億，到2021年的時候還欠債將近8萬億，也就是只還了1/3，還有2/3還在靠收費來還。這是2021年的數字，我估計到2026年恐怕是個天量數字，絕對小不了。收費公路其實不是太需要操心的部分，雖然一些路段面臨債務壓力和車流量不足的收支平衡問題，也就是我老說的咱們很多西部地區或者是西南山區大山裡面，顯然你修了很多高速公路，但是車流量是不夠，你收費就少啊，收費少你還修路的錢那個債務就壓力很大，你那更沒有錢去說養護那個路。但至少誰使用誰付費的機制已經建立，有更穩定的現金流。所以高速公路不管怎麼說，後來有車跑就有人交錢，就有現金流，還好一點。但是真正問題是那些不能收費的普通公路。參照2021年的統計，全國收費公路里程只佔公路總里程的 3.6%， 也就是說咱們有 96.4% 的公路是不收錢的，包括大量的普通國道、普通省道、縣鄉道路和農村公路，咱村村通，這都是免費，承擔着日常出行、城鄉物流和區域鏈接的大部分功能，卻只能靠財政供養，實際上靠燃油附加稅。財政是個籠統的說法，關於更具體的資金來源，中國公路學會投融資分會中瑞均富諮詢有限責任公司工程師王立斌在一篇關於公路資金40年的研究中提及，他說不收費公路的投資主要由地方政府投資和車輛購置稅資金組成。不收費公路的管理和養護，你看修路這個資金是地方政府投資和車輛購置稅，你買車的時候有車輛購置稅，錢一部分就用來修路了。但是這個不收費公路的管理和養護是由燃油附加稅資金支持，以中央財政轉移支付的方式分配給地方，同時地方政府給入一定的投入。趙堅就告訴南風窗說，只能要財政的錢，就很難發展得很快。這麼大一個道路網絡，完全靠國家財政來維持，很難，效率也不高。那麼普通公路的資金缺口有多大呢？早在2016年，時任交通運輸部部長楊傳堂提及，20世紀90年代大規模建設的公路，以及2005年前後大規模修建的農村公路，村村通都需要集中進行大中修改造，也就是時間到了。但養護資金缺口巨大，據統計，普通公路資金缺口約佔 50%， 其中鄉村道路資金缺口高達 70% 以上。互為印證的是，交通運輸部規劃研究院發布於2022年一項報告測算，“十四五”期間，也就是2020年到2025年，普通公路養護資金年均需要5900億，就是將近6000億，就是不收費的公路養護費用6000億。而每年燃油消費稅能運入養護的部分只有1500億到1800億，缺口超過一半。在另一篇來自交通運輸部公路科學研究院發表的2024年研究中，普通公路養護資金缺口
依然高達50%左右，由此導致大量公路陷入列養，就是已經列入養護的這個計劃，但無錢養，應修但無錢修，就是應該修，但是沒有錢去修它，這麼一個處境。本就緊巴巴的養護資金分到各地還極不均衡。交通運輸部規劃研究院的前述報告舉例說，青海省需養護的公路里程是北京的3.5倍，但拿到的轉移支付不到北京的1/5。此外，2009年稅費改革之後，轉移支付來的資金既要養路還要養人，資金往往先保不斷增加的人員經費，剩下的才輪到真正的養路工程。養人難養路，見怪不怪。你看就知道了，我們交的燃油附加稅去哪兒了？現在這麼多路要都2005年村村通，現在已經20年，很多地方你要養護維護，這要大量的錢。但是更深層的問題並不在如此。根據交通運輸部規劃研究院的研究，稅費改革前，養路費由地方徵收、地方使用；改革之後，原來地方收費轉為中央稅種，通過轉移支付返還地方，由此形成了中央財政掌握錢袋子，地方政府負責養路，交通部門具體幹活的格局。這種安排增強中央統籌能力，也使得全國交通基礎設施建設資金有了統一保障。但隨着公路網絡持續擴張，養護需求快速增長，一些地方逐漸形成中央給多少錢就養多少路的局面，也就是你給我撥這麼多錢，我只能養這麼多路，剩下的路不養了，没錢。因为地方追加投入有限，交通部门承擔責任缺少相應的財權，交通部門沒錢。在現有機制下，普通公路養護資金供給長期低於實際需求，一些地區為維持路況，通過大中修和新改建等建設資金反覆翻新路網，以建代養。什麼意思？就導致什麼？這個路本來是保養，沒錢怎麼辦？他就發債，發債那個錢是修路用的，好，就以建代養，他把路翻了重修，那不造成更大的資源浪費嗎？你看，這就是惡性循環呢。從車到路，貫穿其中的線索始終是錢。過去40年，支撐中國公路發展的主要是3項資金：車輛購置稅、成品油消費稅和收費公路制度。如今，這3項支柱都在發生變化，而新能源汽車的發展是一面放大鏡，也就是讓這3項這個裂縫就顯得更大了。一方面，新能源汽車持續享受購置稅減免，也就是新能源汽車現在賣的越來越多，但是它還減免，以前沒有購置稅，現在購置稅好像是1半吧。你看，另一方面，更低油耗車型和純電動車的增加，也使燃油消費稅增長放緩。燃油消費稅到頭了，它在這個路燃油消費稅在下降了，總的盤子萎縮，大家都能理解，是不是？油車少了，現在大家都是節約低碳出行，大排量的車不好賣。好，你這個收費的盤子小了，但是你路還多了，你要花了錢反而在翻在漲，那你說這個中間窟窿不就是越來越大嗎？但是你能怪新能源汽車嗎？其實也不能怪，對不對？即便沒有新能源汽車這事，那燃油車的車主他該省還得省，他該買小排量還買小排量，他該少開還少開，所以你燃油附加費這個盤子它只會萎縮，但是那邊支出是剛性的增長，維護的費用在成倍增加。中國公路已經從大規模建設階段逐步進入大規模養護階段，且財政承壓共同放大了公路資金的缺口。也就是現在就是這個缺口到底誰來填？錢不夠聽起來像一個純粹的財務問題，但一涉及到誰來出就比較考驗人性了。一類觀點認為，公路是公共基礎設施，要發展先修路，應該政府買單，盡可能消除阻礙，減輕公眾負擔，讓人與貨暢其流，從其他地方貢獻稅收。也有觀點主張，公路不屬於公共品，因為它不符合一個人使用不影響其他人使用的非排他原則。市場經濟條件下，越貼近使用者付費，效率越高。大家出錢讓使用汽車的人享受這部分福利，這是一種不公平。也就是說白了，就是誰用誰付費，誰用的多
誰付費多，這個是合理的。你不能在全國老百姓每個人按人頭收，那很多老太太農村的，她根本就不用高速公路，她也不用路，你收人家錢怎麼收？那不就加剧了不公平嗎？崔东树也認為，道路養護資金缺口如果只能依靠財政兜底，變相擠占教育、醫療、民生保障等公共資源，最終損害全體民眾利益。但多年來公路亂收費問題積累了諸多不滿情緒，此時一說起沒錢，似乎很容易變成新增收費的由頭，而讓取消收費的惠民生承諾和規定成為空頭支票。那麼美西方是怎麼解決的呢？對吧？在我們的印象裡，美國的高速公路大多免費，公路體系比中國更成熟、更可持續，但實際情況要複雜得多。美國公路的錢袋子叫公路信託基金，它的核心收入便是燃油稅，即便漲過燃油稅，這個錢袋子光靠使用者付費依然入不敷出。2008年以來，便靠國會從一般財政賬戶裡多次充值補缺口。如今地方州也推出里程付費項目，或是向電動車主收取固定費用，用於養護道路。美國人家有的州像電動車，你每年交一筆固定費用，這個錢就用來道路養護的。對比國外制度之後，崔東樹認為，國外改革普遍存在重徵管、輕民生、易消費的共性短板，難以兼顧公平、普惠與產業可持續。沿着減富惠民的邏輯，崔東樹主張這一輪圍繞新能源車的道路使用稅改革，目標不是恢復養路費式的固定收費，而是少開輕車、家用剛需基本零賦稅，多開重車營運盈利合理繳稅費。比如設置私家車年度免徵里程，按里程、車重、車況差異化計稅，區分民生消費用車與經營性用車。當公眾的警惕和敏感的錢包不會因為設計精細就輕易消除。我覺得這個也不合理，還是按里程來算，多用多交。你別管是這個運營車輛，比如出租車，它多用多交，那你私家车如果你也當出租車開，你也是天天跑，那你多跑了你就多交呗，多占了路，对不对？沒毛病，不能因為它是私家車，它多跑了就不用交，這個沒有理由。我認為他理由你這樣的就抑制了消費，不能這麼理解。人家大貨車司機雖然是賺錢，但是也按照他的里程去交費就完了，或者是按照他重量。所以現在問題是你不管怎麼收費，大家都是不滿意的，你最好別收費，一定是這個邏輯。所以說你怎麼設計精細的流程，什麼合理的方式，你只要讓大家交錢，那大家又多了一筆錢，尤其是車主，一年多交個2000塊，他願意嗎？他連物業費都不想交了，大家就知道了這個問題在哪兒。咱们說了半天，問題在哪兒？你一輛電車，你跟油車一樣，油車咱們叫潤物細無聲，一年交了1500，平均啊，你電車你也交1500，但是你電車大呀，對不對？你電車重，你電車還動不動起火，一年收你2000，對吧？那你想想物業費他都不想交的。這個電車一年再交2000，一旦計稅方式從燃油消費轉向車輛本身，原本藏在油價裡不太被察覺的成本就會變得清晰可見。一年多付1800的油費，按月平攤不過150塊，車主感知不強。但如果未來變成按里程、按車重計費、按年申報，哪怕總負擔沒增加，賦稅的存在感也會強烈。這種感知上的落差有時比實際金額更影響公眾的接受度。在新能源車的滲透率漲得很快，但保有量還不足20%的窗口期裡，適配新能源汽車的道路稅費制度其實還有醞釀的時間，只是亟待養護乃至集中進入大修期的公路，尤其是鄉村公路，仍在等待充值。那麼根據2020年6月25號南風窗刊登的報道，叫養路費誰來交？油電車主大吵。根据這篇報道，我們要知道，目前新能源汽車純電車是不到汽車保有量的10%的純電，所以別看它賣得多，那90%還是油車或者是油電混合。
這第二個是什麼？第二個就是我们高速公路收費的路只佔4%不到，所以不要看我們那麼多高速公路收費，但是也就是潛台詞還有96%的這個路它是不收費的。這96%的路，那現在都到了大修保養的時候。那這個到底多少？所以南方莊說，2025年全國公路總里程超過了550萬公里。什麼概念呢？可以繞赤道137圈，其中96%的公路是免費通行，但是這些路那是需要定時維護、保養、維修、更新。那每年像這個費用，那一定是跟你的里程在增長。但是我們現在剛才已經看了，是吧？這個燃油車它是已經到頂了，保有量，也就是燃油車車主是吧？這開車少了，用車也少了，傾向於小排量的省油的車，導致燃油附加費或者叫燃油消費稅是在萎縮的。而這個是用來養護道路的，而這邊的開支，道路這邊里程在增加，費用為養護的預算在增加，一個在減少，一個在增加，你看看。而增加的那一部分還有更多的要用來人員擴張，管理的人、養人，所以你用不斷萎縮的燃油附加費或者叫附加稅，不斷萎縮的去養不斷擴張的公路養護費和人員，這個窟窿就越來越大，這才是問題。這就是我們老說的買單越渴越遲延。誰來買單？你看經濟善行的時候不要緊，政府都有錢，政府賣地，咣那錢就來了，這個一塊地就來了，幾十億來，從裡面撥點出來，哎，養路養那些人沒問題，中央轉移支付少了不要緊，他自己地方有錢。但是現在土地財政難以為繼，公務員工資都發不出來，公務員的獎金是吧？各種績效福利都在砍，沒錢呢，他哪有錢去還去養護？養護就是你上面撥多少錢養護的，我就把這錢花掉就完了。到處就是撒芝麻、撒胡椒面，到處撒到，撒的少一點。所以大家就能想象，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那未來10年我們的感官就越來越差，你就發現道路越來越破破爛爛，越來越舊，坑坑洼洼，沒錢修。這恐怕是我們未來10年不得不面對的問題。沒錢修，從哪來錢？所以這個已經不是說什麼電車車主該不該交錢的問題，就是你電車車主交了錢，我跟你說，那你整個的你收的費用也是在減少，那不可能增加。那電車現在問題又來了，電車你怎麼讓它交？如果說按年交，一輛車你就不管你跑多遠，你就交這麼多，那確實好多人他不跑，開車就少，人家也交這麼多，違背了用的多用多交的原則。但是你要在充電裡面收到錢，那也比較麻煩是吧？那國家電網來收，但是這個錢我們這燃油附加稅，所有的油它都加，所有的油這個就是汽油，它管你這個油搞去了幹什麼，反正都有燃油附加税。但是農機是有補貼的，農機你加柴油加汽油，你只要有那個證是有補貼的，這也就是稅給你就少了。但是這個特殊，所以說那你說讓電車來交，這怎麼交？那總是不能說一部分車是按實用來交，油車是按實用來交，而這個電車是按你買了你就得交，所以说這都很複雜。而相比較這個資金缺口而言，你這些都已經是小兒科了。言下之意就是，你這電車車主把錢補上也沒用，他們交你這窟窿也是越來越大。所以我們總是說，到了買單的時候，經濟在高速發展，地方政府有錢的時候，這些問題都不是問題，都覆蓋在水下。但一旦地方政府沒錢了，這些問題就变成一個矛盾，而且越來越突出，浮出水面。我們網友所詬病的门口的路刨開修了就給它刨開，好像那個路永遠修不好，是這樣的，每個人都有這感受。那是在經濟好的時候，地方政府有錢的時候，他把錢就這麼花掉了。現在沒錢的時候，地方政府沒錢了，怎麼辦？想花也花不了了。一條路翻來覆去的，不停的修，終於修到了盡頭，沒錢了。總之這一切還是韭菜買單，龐大的維護費用如天文數字一般，你不買單，我不買單，誰買單？好，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